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10号。這一期啊，咱們繼續聊聊恒大清盤，聊聊中國的房地產。今天啊，這個房地產板塊啊，似乎突然崛起啊，這個周期性的，隔一陣子房地產板塊就崛起一次，熱鬧個一兩天啊，然後就是塵歸塵，土歸土。今日就是12月10日午後，房地產板塊突發異動，萬科 A 一度封死漲停板，萬科企業就是港股啊，漲幅一度達到18%。此外，萬科多只境內債漲幅超過30%。不僅是萬科啊，港股內房股板塊中多只個股出現大漲。中国上城盤中漲超12%，融創中國漲超9%，世茂集團漲超8%，中國經貿、富力地產漲超6%。這個可以說叫房地產板塊詐屍啊！每次詐屍都跟小作文有關，不用想啊，一定是小道消息、小作文。小作文拯救房地產板塊。那根据这个网傳啊，現在好像消息還沒出來啊，也就是按揭利息啊補貼，有傳言說補貼到按揭利息2個點，而且根據這個地區啊，還有不同的房企有差異化政策，就是有的地區呢房子賣不掉的，多補一點；房子好賣的地方少補一點。這個房企啊，這個壓力大的，在 ICU 病房的這種給他多補一點，對吧？有的房企還能扛得住的，給他少補一點，大概這意思啊。實際上，這個傳這些東西不重要啊，就是它出什麼政策改變不了這個規律啊，對吧？熱鬧個2天就完了。4年來啊，這一幕對吧，多次發生，一次又一次，大家已經看麻木了，所以我們稱之為詐屍啊。房地產板塊啊，這本質上就是昨日黃花。我每次都強調啊，這個房地產板塊只要它反彈，那就是你逃命的最佳時機啊。我們看一看這個中指研究院公布的啊法拍房，今日中指研究院發布全國法拍房數據，數據顯示啊，今年1月到11月，全國法拍房市場整體呈現收縮態勢，法拍房源累計掛拍65萬套，同比下降6.5%，成交15.2萬套，同比下降3.5%，成交總金額2254億元，降幅達24%，成交均價每平米4635元，同比下跌13.5%，平均成交折價率為評估價的74%，就是不到75折吧。住房房源累計新上拍數量25萬套，交易截止拍品數量29萬套，成交拍品10萬套，成交金額1201億元，佔總成交金額的53%。今年前11個月，一線城市共成交法拍房住宅6345套，成交金額328億，成交均價每平米36318元。其中，深圳今年交易1588套法拍房，清倉率64%，成交折價率94%，成交均價4.8萬平。總體而言啊，當前法拍房市場呈現成交規模與金額同步收窄的趨勢，住宅類型仍是市場交易主力，二拍逐漸成為核心成交環節。什麼意思啊？就是一拍都是流拍，不容易拍得掉。第二次就是再降價，就是二拍慢慢的成為核心成交環節了。不同城市能級間市場表現分化，一線及高能級城市相對更具韌性。實際上啊，全國啊，也就是這個4個一線城市，今年前11個月才6345套，你總體上也不算多啊，一個城市才1000多套，平均到1個月也只有100套多一點。這是法拍房。今天啊，一個比較重要的新聞呢，也比較有意思的，很多媒體報道啊，叫多城開始對新建住宅限高80米，住宅限高令密集出台。這個第一財經日報也報道啊，說住宅樓最高80米，26層成大趨勢。實際上26層就是塔樓嘛，這種塔樓反正北京啊，一般是30多層的比較多，33層一般的比較常見，就最高啊，或者30多吧。我沒見過40層的，就住宅樓啊，塔樓。但是其他的城市有高的啊，你看深圳對吧？那白日洲那個住宅樓它挺嚇人的，武漢那個住宅樓的小60層對不對？50多層，那以後這種樓不能蓋了啊。第一財經日報說啊，近期不少1、2線城市開始對新建住宅項目高度進行嚴格限制，多數都要求建築高度不超過80米，超限則需要進行消防救援評估審查。無論是土地出讓、
具體要求，還是地方政府明令出台限高令。這一系列轉變都意味着曾經在南方城市常見的超高層住宅發展將迎來重大轉折，房地產市場格局因此改變。業內專家認為當前政策通過限高80米、容积率控制以及消防審查等手段引導市場轉向，未來低密度和小高層類型的住宅將成為市場主流。這到底是為什麼呢？首先它有幾個原因，我認為有2個原因大家要注意。第一個原因就是消防，那個高层一旦失火，這個对救火難度太大。無論是香港對吧，這一次大火，還有我看這個昨天吧，是廣東汕頭什麼的又大火，對吧？這高層住宅一旦起火，消防就是個大問題。根據這個消防專家這個專家就是香港理工大學學者，研究火災科學40多年的叫黃新岩，他對記者說他說目前全球消防體系均無法扑滅高層外牆大火，一旦外牆可燃物被點燃並形成快速垂直蔓延，所有消防手段都會失效，最終只能等待可燃物自然耗盡。即便雲梯有100米、200米、300米，人上去也是很危險的。所以在面對高层大廈火災時，基本上都是在大樓裡面處理。香港雲梯最高的消防車是50米，也就是最高就是到50米。那現在有那種100米的雲車，但是这个100米的这个消防车，那麼它就需要大家也知道那玩意儿那個臂展對吧？它一旦升那麼高越高重心越不穩，重心不穩就得怎麼樣？就得地面它就得寬你普通的消防車才多窄對吧？頂多6米，頂多了對吧？你再寬了馬路上走不了所以你要能升高100米的這種高度，那你這個底盤對吧？你下面一般的路根本就展不開，這個大家就懂了。所以說為什麼說這個消防車消防雲梯對吧？這高度總是受限的，而且這第二個就是你能達到100米多少米的那個價格死貴，那消防雲車一般的地方也配不起誰呢沒事配好幾個那玩意對吧？一輛恐怕幾千萬，保養也挺貴的。就說這個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記得我在有一期這個會員節目說了有條件不要住那麼高的樓什麼很多人喜歡這個住得高看得遠，確實你住得越高的話，有的時候晚上一看城市的燈火確實賞心悅目，再看一看遠處如果還有這個湖面對吧，或者是江景，感覺是不錯的。但實際上你要天天住那兒你就無所謂了，你不可能天天看的，你看2次你就煩了對吧？每天上班一腦門子官司，壓力大得很，焦慮得很，回來就恨不得想睡覺或者躺沙發上玩手機，沒空看那些景色對吧？那些東西都是一種浪漫化的都是有閒心有閒暇，就是你沒有壓力。所以說千萬不要為那個一時衝動說我就喜歡高處登高望遠，你望不了幾回。所以說還是從安全角度對吧？你就不要買超過10層的，就是你那個房子是30層，那你買10層以下的，也不要講究什麼。我看好多人說什麼13層是什麼以上沒有灰對吧？13層到哪一層有什麼東西，哪一層往下容易進賊，一大堆的，還是從安全角度考慮對吧？消防雲梯一般的也就50米，你就自己琢磨去吧。50米大概也就是10層10幾層。那現在各個地方對吧開始限制超高層建築了，就是住宅你要出差住酒店住高一點無所謂對吧？那你只是住1次2次的對吧？你那個自己住家住宅就是你的老窩老巢現在很多人不自覺在樓道裡堆那個什麼垃圾堆易燃物，本來該扔的那些什麼沙發家具他不願意扔，他扔到樓道裡面對吧？這還有不自覺的把那個電瓶車推到家裡充電，把電池扣下來回家充電，這特別容易這個着火，一着火完了火燒連營對吧？很多人跟着後面倒霉。所以說你能管得住自己，你管不了別人以後這我說的第一個原因，從消防角度來說，從安全角度。第二個就是越高層以後越容易平民化，變成就是叫貧民窟，就是我剛才說的，以後這個物業對吧？它收不了物業費它這個高樓維護對吧？電梯的維護、外牆維護等等都要錢，這個維修基金恐怕也不夠，到時候再收錢收不起來，那恐怕以後就是荒蕪沒人管，越來越差。所以說有條件就最好不要住那個10層以上的，不要買10層以上的房子。我們再看看這個地方政府怎麼救市湖北荊門發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提
體系措施，將於明年起實行2孩、3孩家庭在中心城區購買新建商品住房，分別可獲2萬、4萬元一次性購房補貼，且可與其他補貼疊加。申請住房公積金貸款最高額度上浮20%，購買2套房以及以上執行首套房利率。租賃住房的多子女家庭可按實際房租支出提取公積金。總之啊，2萬4萬別嫌少，你生3個孩子對吧？給你想說6萬塊補貼，買房子補貼啊。感覺這個現在樓市情況啊，這房價到底是漲還是跌？是不是跌到底了？什麼時候見底？這個大家是眾說紛紜啊，各有各的看法。我看現在國內外機構啊，這目前都認為是2026年見底，本來都說2027年的，現在對吧？什麼原因提前了1年不知道，說2026年見底。那見底的標準呢？咱們經濟學家都說啊，一個叫租售比，一個叫什麼房價收入比，看這2個比值，這2個參數。那這2個參数是不是就意味着啊，能夠判斷房價到底見底沒見底呢？我們看看經濟學家啊馬官元的觀點，大家看視頻。鹤崗2000塊錢、5000塊錢一套的房子，為什麼全國人民不去搶？預期呀，它不會漲啊。關於房價什麼時候見底啊？最近大家在討論2個指標，一個是說按照房價收入比，到房價收入比達到合理程度以後，房價就见底了。那麼有一個觀點認為說房價收入比這個指標不行，應該按照租售比。什麼叫租售比？就是你這個房子按照你買的這個價格，按照你現在租出去的價格，然後来看一下它的收益率是多少。这個收益率啊，如果說太低的話，比如說只有1%、2%，甚至不到1%、2%的話，意味着這個房子本身房價仍然太高，還得跌。所以這一派觀點認為說，租售比本身才是衡量房價高不高的一個因素。那麼租售比怎麼樣來合理？他們用了一個指標，說你買那個國債啊，這是一個無風險收益。你按照這個國債的这個收益率，如果你的租售比低於國債的收益率，那意味着房價太高。如果高於國債收益率，那意味着什麼？合算了，就是你把房子作為一個投資品，那你放在所有投資品裡邊，你看它的收益是多少？我已經做了一個節目，關於房價收入比合理不合理，已經講了。那麼這一期我們主要講一下租售比。租售比合理了，是不是意味着房價見底了？這個概念真的是似是而非。你聽起來很專業的一個詞，其實也是騙了很多人。為什麼？就是我們以歷史為例啊，以別的國家為例，是不是說你的租售比，你的那個租房子的收益超過國債的收益率，大家就會買房子？最起碼在歷史上來看，有2個國家不是這樣的。第一個，日本大家知道，91年房地產泡沫破滅以後，喋喋不休，一直下跌啊。如果說從這個長度來看的話，最長日本這個長度可以拉10幾年。當然，它的一個快速下跌的時間也就是5、6年的時間。但是我們看，從91年到過了2000年以後，包括日本房價慢慢的開始探底回升，差不多是04年、05年左右，那個時候開始慢慢的回升，到2013年明顯回升。那麼在這段時間裡邊，我們發現一個現象，就是日本的這個租售比，就房租的收益率其實是很高，很多日本人願意租房子，達到多少？超過5%啊！大家想想，在那麼一段時間裡邊，日本的利率是非常低的，國債收益率低到可怕，甚至日本我們可以把它看成叫零利率、負利率，它的租房子的收益可以達到5%，這多好的一個事兒！這意味着什麼？按照現在所謂的租售比，是不是大家那個時候開始搶房子了？沒有啊。第二個例子，美國大家知道，在08年以後，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以後，那麼房子也調整了差不多4到5年的時間。在這4到5年的時間裡邊，你去看美國國債的收益率也是超低，但是它的房租也達到了5%、6%。那應該說達到5%、5%以後，大家買房子很合適。但是那個時候買房子的人也不太多，這說明什麼？租售比是大家想象的。為什麼我說租售比不能作為一個指標？這裡邊你要討論起來，你要掰扯起來，真的是太複雜了。比如說，什麼叫租售比合理？10年前買的房子房價低，20年前買的房子房價更低，那個時候你拿現在的租金，你的收益是很高的。為什麼？房價在漲，
房價過去10年、20年漲了很多，所以你的租售比下来了。当然，你在那个高点买了房子以后，按照现在的租金，当然是很低的。所以我们说，你怎麼樣來算租售比？怎麼樣來算租售比才合理？第二個，不同的城市的租售比，大家知道完全不一樣。一線城市的租售比高，你需要很長時間，甚至達到600，達到700，這很高，甚至超過1000。但是有小城市很低啊，怎麼樣叫合理？第三個，其實從國際上去看，大家是不是買房子，房價是不是見底，大家在看什麼？給房價的預期。所以我一直講，對於房價而言，預期比什麼都重要。大家認識到，房價要漲了，物價要漲了，他會買房，他不去看那個租售比。包括中國有很多房子沒有出租啊，大家買房子不是為了投資啊，買這個房子，比如說在過去2021年以前，大家為什麼出售買房子？是擔心房價還會漲。這是一種預期。那個時候的租售比那很嚇人的，那個時候的房價收入比很嚇人。現在全國的房價基本掉了一半了，租售比、房價收入比都下來了。為什麼買房的積極性還不如以前了呢？你告訴我，原因在什麼地方？就大家認為房價還會跌，而且我們看那個租售比，那個租售比裡邊分母是什麼？是房價呀，房價在變呀，所以。大家過去為什麼買房子不看租售比？因為認為房價會漲。你每一個房子收益來自兩部分，第一個房價的上漲，第二個你把房子租出去租金的收益，這兩部分才是算的。所以我為什麼講，現在我們很多指標，我們很多研究報告，我們很多的那個觀點根本經不住推敲啊！就你不要簡單化的拿一個指標來說事，要多元來看，大家的購買力，特別是大家的預期。我們現在房價掉了一半了，很多地方的房價掉回2016年以前了。為什麼仍然沒人搶房子？你告訴我，原因並不在於房價收入比、租售比，而在於什麼？大家的預期。所以對於像房價這樣的資產價格而言，預期特別重要。所以我們為什麼一直強調說這個政策特別關鍵？政策要去改變預期。現在有很多地方，你告訴我，鶴崗的租售比多少？鶴崗的房價收入比多少？按照鶴崗一套2000塊錢、5000塊錢一套的房子，為什麼全國人民不去搶？預期呀，它不會漲啊。所以大家記住，通過政策改變大家的預期，在房價目前已經比較合理的情況下，改變預期比什麼都重要。至於說房價收入比只具有參考價值，租售比僅僅是一個參考值而已，千萬不要以簡單的指標然後來講房價是不是合理。我認為這個房價收入比、這個租售比這兩個指標是能夠判斷房價有沒有見底的。為什麼會有爭議呢？我覺得根本原因還是大家把這個統計口徑沒整明白，也就是你說的房價租售比你說的房價收入比，他說的是那個意思，對吧？也就是說口徑不一致，到時候大家你說你的，我說我的，這第一個。第二個就是馬國元舉例的日本和美國這個經驗它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就這一點就是說一定要，你不能刻舟求劍，你也不能照搬照抄，就是確實中國人有中國人的這種心態而且這個各個國家的經濟環境也不一樣，對吧？所以這些老百姓做出來選擇也不一樣。首先我說這個指標租售比、房價收入比為什麼可以判斷呢？我們說的這個房價收入比如果房價你用的是這種中位數，對吧？或者是你這個城市你這個城市的你不能拿郊區的房價，對吧？你比如北京吧，北京你拿6環的房價跟那個在百度上班的那個工資去比，你覺得挺合適的？那顯然不合理嘛。我舉這個例子大家懂嗎？對吧？你把這個房山區的房價才1萬多、2萬1平米，或者你在百度大廠上班一年20-30萬應該是可以的。你顯得好像買那房很容易那是不是就是北京的房價就見底了？顯然是不對，對吧？所以說你要用中位數去算，或者是別的指標，對吧？或者是你在大廠附近那個房價和你的收入比合適不合適，或者說通勤距離、通勤時間不超過1小時範圍內，我在百度上班，那以百度為中心，對吧？通勤1小時之內的地方，那個房價和我的工資這個比值，那我這樣你完全可以說管用的。
如果每个人啊收入和你那个方圆通勤1小时之内，或者是你小城市啊，你比如说4线城市，那就半个小时呗，因为那对吧？它4线城市本来就没多大，也不堵车，那就半个小时之内的房价，你把你的收入跟它一比，如果合适了，我認為啊，實際上就是房價見底，因為大家畢竟剛需房還是有的，大家都想獨立啊，都想結婚買房，對吧？哪怕不結婚嘛，你一個人想單獨住，那你對吧？對住房需求還是有的，你收入合適了，你不買嗎？大家都買啊，那它自然就會停住，房價自然就會啊止住。但是你說房價漲那是另外一回事，對吧？這是另外一個概念，大家都買，那房價恐怕就跌不下去了，跌不動了，就這麼就這樣。哎，等到如果大家的工資還在漲，哎，那房價說不定也在漲，為什麼呢？因為你收入漲了之後，你又嫌你的房子小啊，對吧？你想住個更好的，這是房價收入比。然後這個租售比那更好理解啊，假設你現在對吧，你那個房子是100萬新房啊，按照現在15%的首付，好，你掏15萬買了它，你貸款85萬，你現在給銀行按揭一個月4000或者5000，這多少我不知道，沒算過啊，那就按4000算吧，貸款85萬30年，估計得要4000塊。如果你那個房子出租每個月就是4000塊錢的收入房租，當然我說是這個房租你不能說哎明年它就掉到3000，後年變成2000，那就租售比不穩定嘛，不合適嘛。穩定的合適什麼意思？就穩住了，就在這兒，租售比就是個租售比，那你說很多人就會買房，對吧？當然呢也要考慮這個房產稅，那就是考慮房產稅人家也會買，因為現在算租售比是合適的，那就相當於你出來個15萬而已，剩下的你不用管了，對吧？以租養貸啊，30年以後這房子就是你的，那很多人他就願意了，對吧？這是合適啊，你房子漲那我更合適，房子跌我也不在乎，對吧？我就出了15萬，我現在每個月租金就能扛住按揭貸款。記住了，這個前提條件叫租售比合理，就是租售比穩住了，你不然我房子都租不出去，那你租金是0呢，那就租售比不合理，對吧？而且你得算好，你這個租售比就是說你這個每年空租期都算進去了。總之啊，租售比這樣按我說的這個合理，就會有人買房。那為什麼說他說那個日本、美國沒有呢？哎，日本那個消失了30年，對吧？大蕭條的時候，他那個租售比也合適，為什麼沒人買？我認為啊，這一個是文化不，中國人喜歡買房子啊，這個幾百年來、幾千年來啊，都是這個路數啊，就這種文化。皇帝還有行宮呢，到哪兒房子蓋到哪兒，那些大臣對吧？京城有房，老家宅子蓋的一個比一個豪華，然後城裡面對吧？老家附近城裡面還有商鋪，這個中國是自古以來啊，就是這個基因裡面帶着對房子的這種渴望，所以你看這個華人到哪兒去，哪兒房價漲啊？他把這一套帶到國外去了。你看日本現在房價漲，不就是好多中國人跑去買房嗎？買起來了啊！澳大利亞對吧？現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限制華人買房，因為他就喜歡買房。人家美國人啊，他就1套房，美國人很少說我搞4套房，對吧？連家頭老師都跑到美國搞幾套房，所以說這是文化不同啊。中國人對房子的執念，你不買別人會買，你放心吧，對吧？買遍全世界了，對吧？那到哪兒房價就漲。另外一個原因什麼呢？另外原因就是在美國、在日本很有可能存在一種就是比買房收益還好的一些渠道、一些這個方式，對吧？你比如說吧，在美國你買美國的這個各種基金，對吧？各種就是美國的納指，或者是它的股市一直在漲啊，它比房子漲得還快啊，那人家寧願對吧把錢投到股市去啊，買各種基金，對吧？那收益比房子要高嘛，為什麼買房子呢？然後房子還有這個房產稅，它一算房子雖然也漲，但是不合適。那咱們這兒呢？咱們這兒你其他的地方不靠譜啊，你其他所有的投資渠道都是你盯着人家利息，人家盯着你的本金，你血本全無，對吧？叫血本無歸。那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租售比合適的話，就有很多人會去買房。這是我的觀點啊，我認為這個你不能就盲目的照搬照抄日本和美國啊，這情況不一樣啊，對吧？文化也不一樣。那美國人的選擇多啊，所以他沒必要就盯這個房子。那咱們呢，對吧？你加盟個奶茶店，估計也是血本無歸，對吧？你跟朋友投資一個什麼企業，也是血本無歸。然後你去買理財，那是龐氏騙局，對吧？都在等着爆雷。當租售比合適的時候，不用馬官員擔心，也不用大家擔心，你不買機構會買。大家明白這個道理了吧？如果租售比合適的話啊，這個銀行它就不會急着把房子往出賣了，又賣不掉，還得打折，它就完全會組織的把房子出租了，房地產銀行就出來了。建行不搞了個房地產銀行嗎？這我是最清楚的啊，我最有發言權。建行它就是認為租售比合適，它算的就是這個賬，所以它在一線城市收房子，然後出租，它統一品牌，結果就是因為租售比不合適，所以它收縮啊，
幹不下去啊。我在通州的房子就给建行了，合作很愉快啊，人家是一付就付1年的租金，租5年。结果我看到第4年的时候，不是第4年，就其實就是從剛開始啊，好像他把我那個房子啊，他把整成3個這個臥室，實際上是2室2廳2衛，他把那個客廳啊隔了一下，又隔了一個房間，就是3個房間獨立的，那就租給3個人嘛。結果我通過手機是可以看到啊，就是可以看到這個房間出租狀況，我就發現有一個房間永遠是沒租出去，那就意味着啊，建行在我那個房子上他是賠錢的，他只有把那個第3個房子租出去，他才能賺錢。所以到第4年的時候，他就扛不下去了，就跟我協商能不能提前解除合同。我說你這租金都付了，我還給你退錢是嗎？所以第5年的時候，他提前了2個月還房子，因為他實在租不出去了，他把你們租客清掉之後把房子還給我了。說明什麼意思啊？就是建行他不就是租售比不合適吗？对吧？但那房租租金不合適啊。如果租售比合適啊，银行手上这些房子他就不賣了，人家会成立公司打包，对吧？去往外租，甚至会有人成立这個理財產品，這個理財產品的恐怕就是用來市場上買房子出租，因為租售比合適啊，有穩定的現金流，而且這個現金流比銀行利息高，對吧？你存銀行3年。到時只有1個點的利息，3年期的，你買這個理財產品1年是2個點的利息，你肯定願意買這個啊。人家是買房子出租，對吧？資產在那兒跑不了。所以說啊，就是說來說去就是討論這個的時候，把這些概念，把這些就是口徑還沒統一，所以都是雞同鴨講，對吧？你說租售比合理，房價沒見底；你說這個房價收入比合理，房價沒見底，大家說的都不是一個東西啊。實際上啊，籠統的講啊，是經濟有沒有見底，對吧？我們實際上就房地產討論房地產已經討論不清楚了，沒有什麼意義，對吧？現在說的就是韭菜收入怎麼穩住，韭菜的收入穩不住啊，你房子的租金也穩不住，對吧？你韭菜的失業了，人家離開這個城市，對吧？回農村去了，不租房子了，城裡面房子一多，租不出去，它租金就降，不是一個道理嗎？所以說來說去還是跟經濟有關係，症結在哪兒？在分配，對吧？在公平。所以你說就房子就房地產討論房地產本身也討論不明白了，都是浪費時間了。這個經濟學家當然了，他也恐怕不敢說這些啊，畢竟敢說實話的少啊。關於經濟啊，我們看看，我們一直說這個房地產跟茅台有關係，對吧？經濟跟茅台也有關係，對吧？它是一個寫照啊。這個財聯社12月10日電，今日酒價披露，批發參考價顯示，12月10日25年飛田茅台散瓶較前一日下跌15元，報1500元一瓶。25年飛田茅台原香較前一日維持不變，報1520元一瓶。你看看啊，這是財聯社報道的，1500一瓶，那不就是正式對吧？突破1499了嗎？對吧？下一步就是1000塊，對吧？要跌到3位數啊，再說。所以說這個房價什麼時候見底啊？咱們看綜合指標，房價、收入比、租售比，再看看茅台，對吧？這個茅台、5糧液這些白酒有沒有穩住？多看幾個指標。最後的最後啊，我告訴大家，作為我們韭菜去判斷房價底部，其實不明智，也判斷不明白。我們要遵循一個叫右側交易，也就是房價底部出來了，然後已經穩住了或者彈起來一點不要緊，對吧？確認了那就是底部，我們再決定是買還是不買。也就是我們要放棄說非得買在最底部，這個想法就是錯誤的，說一定要買在最低點，這個不現實，所以我們完全沒必要關心它什麼時候見底，對不對？等它見底完了之後，大家都一致確認，哎，這就是底了啊，不要緊。雖然這個時候跟那個最低點已經彈起來了一點，不要怕。所以說就是要放棄抄到最低點的那個執念，我們叫右側交易。右側交易就是已經確認了，那就是低點了，哎，這就是韭菜的命，而且這還是好事啊。好，這一期啊，咱們就聊這麼多，歡迎大家收看我的節目。如果喜歡啊，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